你好，我係 Barry。呢個 podcast 節目呢係講關於創意，目標係同大家分享用創意思考創意，用創意實踐創意。喺你睇呢條片之前呢，你首先要問自己，我係咪要培養自己更有創意呢？為咗去解決生活上嘅問題，令自己喺事情上面能夠做得更加精彩，帶俾自己大大小小嘅驚喜同樂趣。如果你嘅答案係否定嘅話，咁呢條片你就唔使睇落去啦，可以慳翻你嘅時間。另外，你又要問下自己，你係咪一個好難去改變生活習慣嘅人？我所指嘅習慣係除咗生活方式之外，仲包括你嘅思考方式。如果你嘅答案都係否定嘅話，咁你都係唔需要再睇呢條片啦。今集講點樣培養創意，又講一個比喻，好簡單。培養創意就好比點樣去栽種一棵植物。首先，佢一定係一個特定嘅品種，需要合適嘅環境、氣溫、濕度、土壤同灌溉嘅方式。培養呢，就係講呢樣嘢啦。當你要培養自己嘅創意思維，首先你就要了解自己嘅本質同個性，無論係優點或者弱點，都要客觀持平咁去睇自己，因為呢個係關乎你學習新事物時候嘅反應同接受能力。培養創意思維有好多重點係適合於所有人嘅，但係按住各人唔同嘅個性同接受能力，喺執行上面呢就有唔同嘅難度啦。呢個呢正係我哋要注意嘅地方，因為如果執行唔到嘅話，幾多理論都係冇用嘅。第一樣係培養好奇心。你會唔會喺生活上面遇到一啲好平凡嘅事，但係都會引發你問一啲好有趣嘅問題呢？例如喺消費社會裏面，點解大眾會咁樣包裝聖誕節？聖誕節真正嘅意思係乜嘢？又例如，點解傳媒會為我哋定義乜嘢叫做精明消費呢？你有冇諗過真正嘅精明消費係乜嘢？對於生活上面好多基本嘅意義，認真去思考本質，就係培養創意思維嘅開始。呢一種醒覺係唔容易意識到嘅。記唔記得電影 Matrix 裏面個主角一開始就係因為有咗呢種醒覺性嘅思維？係咪覺得有呢種意識係有啲危險同刺激呢？好奇心會令到你同群眾稍為分別出嚟，你諗嘢嘅方法會有所改變，會令到你有啲與眾不同。敢於認定自己與別不同呢，唔係一個榮耀嚟嘅，而係一個現象。佢顯示你開始有獨立嘅思考能力。我喺上一集已經講過，創意思維其中一個重要嘅元素就係懂得問問題。好奇心會帶嚟一連串嘅問題，我往後就會再解釋。第二係培養獨立思考能力。獨立思考能力聽落簡單，但係唔容易，因為獨立思考需要遠離人群，避免一啲埋堆式嘅思考模式。另外，思考係需要空間嘅。例如你每日都不停刷手機、上網去留意各種瑣碎事，你就好難靜心去思考問題，因為思考係需要時間去沉澱嘅。沉浸喺問題上面，慢慢去揾答案，視乎問題嘅大小，所需嘅時間呢，其實係無從估計嘅。當然而家有好熱門嘅 AI 技術，宣傳能夠即時為你提供多種答案。呢個亦都可以視為現今時代嘅趨勢，需要你諗下點樣適當運用。對於思考事情，我哋可以用兩個簡單嘅模式，加同減，即係需要做乜同要排除做啲乜嘢。首先講減，排除外界噪音。乜嘢係噪音啊？有時係你身邊人嘅意見，你不停刷手機嘅資訊，種種從外而來嘅無謂信息。要懂得中斷佢哋，最終嘅目的係讓你有思考嘅空間。記住，空間係好緊要嘅，因為佢用嚟承載所有有意思嘅新事物。而家講點樣加，簡單嚟講就係收集所有可能有用嘅新資訊同知識。記得以前講過，創意思維係連接點子，就即係要收集唔同嘅點子啦。一開始嘅時候，其實你都唔知道嗰啲點子有冇用嘅。收集後喺檢討嘅過程裏面去甄選，呢啲都係需要學習嘅技巧嚟嘅。喺整個過程裏面不斷思考問題，
慢慢可能會諗到一啲新嘅可能性。呢啲過程技巧就係傳統去修讀創作課程嘅學生終身學習嘅課題。第三，願意接觸理解新事物。你要問自己有幾大能耐去理解同接受新嘅事物。理解即係代表你願意去聽、去睇、去思考，但係接受呢，係另外一個層次嚟嘅。接受係代表你領略到一個新嘅見識，呢個唔係勉強嘅，而係一個開心新發現。你感覺到被啟發，感覺到新嘅經驗會帶嚟一份滿足感，成為你嘅新部分。新可以係唔同程度嘅顛覆，你能夠接受思想上被顛覆咩？新代表提供新嘅思考角度，令你睇問題同以前有所不同。新嘅答案呢，就有機會會浮現啦。創意好多時候就係關乎一個新嘅答案。第四係培養多線性思考能力，呢個可能有啲複雜同難度。乜嘢叫多線性思考？又講比喻，有所謂喺平衡宇宙上面呢，有唔同嘅時間線同時進行，訓練自己可唔可以用唔同嘅方向線交替思考同一個問題。好似有啲電影嘅開放式結局咁樣，容許最終有唔同嘅答案，保持每一條線上面嘅可能性，敢於思考新嘅可能。幾時會有最終答案？呢個要睇時機，要靜心等待適當嘅時間。喺上一集創意嘅法則裏面，我講過，當你要思考解決問題，你就要列出能夠解決問題嘅條件係乜嘢。所以喺多線思維上面，去到某一個階段，你就能夠歸納出幾個唔同嘅想法。你可以從中比較一下，邊啲想法最能夠符合你想解決問題嘅條件。所以你會明白，創意思維唔係單單講天馬行空嘅想像力，佢能夠有效落實執行，係有好多理性嘅考慮因素喺裡面嘅。第五，敢於應用。最後啦，當一個新創意方案出現嘅時候，你又敢唔敢將佢實踐出嚟呢？新又冇乜人做過，又唔跟大隊，你敢唔敢自己做啊？好啦，今集就講到呢度，歡迎大家 like 同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。你有咩諗法同回應，歡迎你喺度留言。